在台湾，许多长辈把山药视为日常养生食材，认为能补气健胃，让身体更有力气。市面上的食谱与保健文章也常常强调山药的营养价值，让不少人觉得多吃就多补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根据台湾国健署的资料，65岁以上的族群中有相当比例经常面临消化不良的困扰，包括胀气、便秘与腹泻。对年长者来说，肠胃蠕动速度减慢，消化能力下降。如果进食方式不正确，即使是天然食材，也可能带来负担。我姓林，在社区医疗已经服务超过20年，临床经验让我深刻体会到，健康不取决于吃不吃某种食材，而在于怎么吃、吃多少、适不适合自己。山药确实有营养，但若方法错误，不仅不能帮助身体，还可能引发新的问题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邀请您帮我一个小忙。如果您觉得这个主题对您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留下1。若暂时还感受不到帮助，也可以留个0。每一个回音都能帮助我把内容调整得更贴近您的需要。今天的分享，我会带您认识5个最常见的山药饮食误区，并在最后整理出一组简单且实用的原则，协助您安全享受山药的好处。那么，为什么一种看似营养的食物，反而会让一些人的身体越来越不舒服？接下来，我想先呈现一个真实的情况，作为我们讨论的开始。有一位70多岁的阿伯，长期把山药当成主要的养生方式。他相信山药能补气健胃，每天都准备一大份，几乎餐少不了。起初，他觉得这样的做法能让身体更稳定，也安心地认为自己正在做对的事。然而，问题逐渐出现，他常常在吞咽时感觉喉咙发痒、卡住，甚至有时候必须停下来慢慢缓和。肠胃也开始出现，不是胀气就是腹泻。家人起初以为只是偶发状况，但随着情况越来越严重，他最终因胃严重、脱水和虚弱被送进了医院。在病床上，他和家人都感到困惑，为什么明明是天然又营养的食材，却会把身体弄得这么糟？这份失望与疑问让人印象深刻。事实上，山药本身没有问题，真正的问题在于怎么吃，吃法不当，分量不对，会让肠胃承受过多压力，结果和期待的养生效果完全相反。或许您也会好奇，到底是哪一些常见的做法，让山药从养生变成了风险？接下来，我想逐一带您看清楚。第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把山药生吃，或者只稍微烫一下就上桌。许多长辈觉得生吃最营养，但这样的做法其实对肠胃与呼吸道都是负担。山药的切面与表皮含有皂苷和草酸盐，直接入口时会刺激口腔与喉咙黏膜，结果常见的反应是喉咙痒、灼热感，甚至咳嗽。对于长辈来说，这种不适更容易引发吞咽困难。另外，半生不熟的山药淀粉结构尚未被完全破坏，肠胃需要额外的消化力气。高龄者的肠胃蠕动速度比年轻时慢，如果经常吃这样的山药，很容易造成胀气、腹泻或排便不顺。皮肤接触到生山药时，也可能因过敏反应而出现红疹或瘙痒。换句话说，山药的营养确实存在，但必须透过正确的烹调来让身体安全吸收。生吃或未煮熟，不仅得不到额外好处，反而可能制造新的问题。在这里，也想请您想一想，您或您的家人是否曾经在吃生的或不熟的食物后，感觉过喉咙不适或肠胃不舒服？如果愿意，您可以在留言区分享经验，您的提醒或许能帮助到其他观众。既然生吃或半熟会带来风险，那么
一次吃太多又会发生什么问题呢？接下来我想和您谈谈第二个常见的误区。第二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一次吃太多山药。许多长辈认为，既然山药有营养，那就多吃一些，效果更好。这样的想法其实忽略了肠胃的承受能力。山药含有丰富的淀粉与纤维，如果摄取量过多，肠胃需要长时间分解与消化。对于蠕动速度已经减缓的高龄肠胃来说，这是一种过度的负担，结果往往不是更健康，而是容易产生腹胀、消化不良，甚至排便困难。更需要注意的是，山药中的粘液蛋白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，但在短时间大量摄取时，反而可能干扰肠道吸收，导致营养利用率下降。这表示吃太多不但不能增加效果，还可能减少应有的好处。在实际情况中，高龄者若长期习惯，每餐都大量食用山药，常见的结果是肠胃功能越来越差，排便不规律，甚至伴随体重下降与营养不均。这些现象与养生的初衷背道而驰。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少量多次，让肠胃能循序渐进地处理，不要因为一次分量过大而增加压力。饮食中的多样性更重要，单一食材吃太多，往往带来的问题比想象中更多。既然吃太多会造成困扰，那么若把山药当成唯一的补品或前萃取代正餐，后果又会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下一个需要警惕的误区。第三个常见的错误就是把山药当成唯一的补品，甚至有人前萃以山药取代正餐，或认为每天只要吃山药就能满足身体所需。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似简单，其实潜藏很大的风险。山药虽然含有淀粉、纤维与部分维生素矿物质，但并不是全营养食材。它的蛋白质比例有限，缺乏维生素 B12 与维生素 D， 铁质与钙质含量也不足。长期只依靠山药，身体容易缺少，必须营养。对长辈来说，这样的缺乏会直接影响到日常生活。蛋白质不足会让肌肉逐渐流失，导致行走困难与跌倒风险增加。维生素缺少会让免疫功能下降，面对感染时恢复速度更慢。再加上铁质与钙质不足，容易出现贫血与骨质疏松，这些问题都与养生的原意背道而驰。此外，把山药当成补药使用，也会忽略饮食多样性的必要。人体需要均衡的营养来源，包括鱼、肉、蛋、豆类与各种蔬果。若单靠山药，不仅无法满足身体需求，还可能延误原本应该注意的营养管理。因此，山药可以是餐桌上的一部分，但不应该被当成全部饮食的重点，在于均衡搭配，而不是单一依赖。既然山药不是万能食材，那么对于有慢性病或正在使用药物的长辈，又应该特别注意什么呢？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常见误区。第四个常见的错误是忽略自身的病史与正在使用的药物，以为山药人人都能安心吃，这样的想法对某些长辈来说特别危险。山药含有丰富的钾离子，对于肾功能减退的高龄者，如果摄取过多，钾身体无法顺利排出，就可能导致血钾升高。高血钾会影响心脏节律，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心律不整或心脏骤停，这是许多长辈容易忽视的风险。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情况是，正在使用降血糖药物的人，山药本身含有淀粉，会影响血糖波动。如果同时服药又大量食用山药，可能造成血糖下降过快，出现头晕、出汗、心悸，甚至增加跌倒的风险。此外，部分长辈还合并服用抗凝血药或其他慢性病用药，山药中的成分可能干扰药效，虽然影响程度不一，但长期累积下来依旧需要谨慎。
这些细节若没有留意，往往会在检查或急诊时才被发现，造成不必要的危险。因此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无限制地吃山药。对于有肾脏疾病、糖尿病或需要长期用药的长辈，更应该事先咨询医师或药师调整摄取的分量与频率。如果说前面的问题多半与吃法和分量有关，那么接下来要谈的则是另一个同样严重的隐患吞咽方式。如果进食过快，没有细嚼慢咽，山药带来的风险将远比想象的大。第5个常见的错误就是进食时没有细嚼慢咽，特别是把山药当作软烂好吞的食材。许多长辈认为山药质地柔软，入口后直接吞下也没问题，但这样的做法其实暗藏风险。高龄者的牙齿往往不如年轻时坚固，咀嚼力下降，加上喉咙反射减弱，如果没有充分咀嚼，块状或纤维质较多的山药就容易卡在咽喉，轻则引起剧烈咳嗽，重则可能阻塞呼吸道，需要紧急处理。此外，山药含有粘液成分，口感虽然滑顺，但也容易让人误以为不需要咀嚼太久。实际上，这种滑腻质地反而增加了滑入气管的风险。对于吞咽功能已经退化的长辈，一旦发生呛咳或噎住，后果可能非常严重。更进一步来说，反复出现的吞咽困难不仅危险，还会让长辈在心理上产生恐惧，导致进食量减少，营养摄取不足，长期下来体力下降，体重减轻，反而让健康状态恶化。因此，即便是看似柔软的山药，也应该提醒长辈必须细嚼慢咽，避免进食过快。餐桌上若缺乏这样的注意，山药就可能成为诱发窒息或营养不良的隐藏危险。当这些问题单独存在时，或许只是小麻烦，但如果5种错误长期叠加，对身体造成的影响将远超过一般的肠胃不适。接下来，我想和您谈谈累积的后果会是什么样的情况。前面谈到的5个误区，看似只是小细节，生吃或半生不熟，一次分量过多，把山药当成唯一的补品，忽略病史与药物，进食时没有细嚼慢咽，单独存在时或许只是轻微不适，但若长期叠加，对健康的影响就会成倍放大。首先是肠胃系统，生食与过量摄取会让消化吸收效率下降，肠胃经常处于胀气与不适状态，再加上吞咽不良的风险，进食过程变得困难，导致摄取量不足。时间一久，体重减轻，营养失衡，整体抵抗力随之下降。其次是慢性病的控制，对于有肾脏疾病的长辈，高钾血症的风险会因为长期摄取过量山药而提高，对糖尿病患者，血糖波动则可能因食用习惯不当而更加难以掌握。这些问题彼此交织，使原本就脆弱的健康状态进一步恶化。更严重的是生活品质的下降。长辈若因肠胃不适或反复噎食而减少进食，会影响活动力与精神状态，日常活动受到限制，甚至需要频繁就医或住院。这些情况不仅影响当事人，也会增加家人的照护压力。这些累积的后果告诉我们，山药并非天生有害，而是错误的使用方式让风险一步步扩大。若能及早调整，许多问题是可以避免或改善的。接下来，我想带您回到影片开头提到的情况，看看当正确做出改变后，健康会如何逐渐恢复。还记得在影片开头提到的那位阿伯吗？他因为每天大量食用山药，最后因脱水与肠胃不适住院，经过治疗与营养调整后，他的状况逐渐改善。调整的重点并不是完全禁止山药，而是改变吃法与分量，
他开始把山药切成小块，煮熟后少量加入主食或蔬菜中，每次只吃一小份，而不是一大碗。家人也帮他在餐桌上加入其他优质蛋白与蔬菜，让营养来源更均衡。几个月后，他的肠胃明显稳定，不再频繁腹泻或胀气，体力逐渐恢复，日常活动不再那么吃力。虽然骨质与慢性病仍需持续追踪，但至少不再因错误饮食而加重病情。这样的改善让他与家人都松了一口气。这个经验说明了一个简单却重要的事实：问题并不在于山药，而在于吃法是否正确。当摄取方式与分量调整到合适的范围，山药就能成为餐桌上的营养帮手，而不是健康的威胁。在这里，也想邀请您思考，您或家人是否曾经因为某种养生习惯而让身体感到不舒服。如果您愿意，可以在留言区分享经验。您的故事也许正好能提醒其他观众及早避免同样的错误。既然正确的做法能带来改善，那么到底要遵守哪些原则，才能让山药真正安全又有益呢？接下来我会整理出几个简单可行的重点，提供给您参考。经过前面的讨论，可以看出山药并不是不能吃，而是需要掌握正确的方法。以下几个原则能帮助长辈在日常饮食中安全享用山药。第一，控制分量，每次少量摄取，分散在不同餐点中，不要一次吃过多，这样能减轻肠胃负担，也能避免消化不良。第二，务必煮熟。生的或半生不熟的山药容易刺激喉、龙与肠胃，建议烹调至全熟，让淀粉结构被破坏喉，更容易消化吸收。第三，搭配其他食材。山药不是全营养食物，建议与蛋白质来源于肉、豆制品及蔬菜一起食用，补足维生素与矿物质，避免营养失衡。第四，注意个人状况，肾功能不佳、糖尿病或需要长期用药的长辈，应事先询医师或药师，评估摄取的分量与频率，这样才能降低潜在风险。这些原则看似简单，却能大幅降低隐藏的危险。只要能记住少量、煮熟、搭配、注意个人差异这4点，山药就能成为日常餐桌上的营养帮手，而不是造成困扰的来源。最后，我想以一段提醒来收尾，帮助大家更安心地面对天然食材与养生习惯。走到影片的最后，我想先谢谢您能耐心听完，这代表您是真正在乎自己的健康，也在乎身边的家人。这份用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。许多长辈相信天然食物一定安全，这样的心情我完全理解。毕竟我们都希望靠着饮食就能让身体更健康、更安心。但今天的分享也提醒我们，再天然的食材，如果方法错误，都可能变成身体的负担。真正重要的不是单靠某一种食物，而是记住几个核心原则：7少量、煮熟、搭配，并且注意个人差异。当您能把这些原则放进日常生活里，山药就能发挥应有的营养价值，而不是造成不必要的困扰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或家人有帮助，欢迎您把这段影片保留下来，或分享给在乎的人，能够一起守护健康，比什么都珍贵。本篇资讯仅供参考，不能取代医师或药师的专业建议。愿您每天都能安心吃饭，自在生活，带助健康，陪伴家人更久。谢谢您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